听阮的天父上帝，来先恳求你按通听阮感谢祈祷。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阮通称呼你做阿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做阮的净盘，互阮通倚靠。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嘛互阮学习去疼别人。阮感谢你，因为你当阮跋倒的时，牵阮起来。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有欢喜，嘛有依靠，总是你嘛有安慰。阮感谢你，因为你使阮平安，讲袂尽的感谢，搁感谢。疫情的期间，你保守看顾，检查阮有惊吓、有戆业，总是你的疼，拢无离开阮，留阮的活命到伫今仔日。求你使阮聪明甲智慧，知安那来超找你的疼，将你的疼传予世间人，因为你就是疼。有辛苦病痛的，求你医治因；有忧心挂虑的，求你拭去因浓重的目屎；有丰收的时，恳求你甲阮三甲天笑欢喜。凡事有时，栽种有时，收入有时，培出有时，放撒有时，天下万物拢有伊的时。恳求你教阮安那算阮家己的日子，互阮亲像约书亚讲的，用到阮甲阮全家决断服侍主耶稣。也请你安慰得志、任少、执事因遮亲人，拭去因的艰苦，因为孤儿寡妇你拢无会弃杀，被阮将因拢交托伫你，仰望伫你，从今日早起的敬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头，恳求你接纳。即时，阮嘛要用使徒圣经三角来祈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受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但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三甲搁用圣诗来学乐天父上帝。哦，是的。先启用吼，启用文第28篇，启用文第28篇，也就是诗篇118篇。我来替兄弟来用。启用文第28篇，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
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去杀的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三甲用圣诗来学咱的天父上帝，请咱坐在吟读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定小。阮为着恁祈祷的时，不时在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咱的弟兄弟。我用国语再读一次，在替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谢上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亲。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这时赞美请圣歌队。
上帝的接纳。这时要请基甸会的代表康来成弟兄来甲咱讲道，伊的题目是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谢谢公园长老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啊。很抱歉啊，我的这个台语实在是讲得不好，所以没有办法用台语证道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年基甸会的主题啊。那刚才的这个经文，刚才思慧已经读过其中的哥罗西书1章的3节啊。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几个大纲，主要是我们先从这个主题相关的经文讲起，然后我们会回顾基甸会过去5年的主题，所有的主题其实都是很有相关的啊。那我在检视现在台湾的属灵的氛围，以及末世的一些预警，主耶稣一直提醒我们要警醒啊。那后来最后我会再稍微介绍一些基甸事工的见证分享，也邀请各位，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一起跟我们来参与基甸事工。那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的1章啊23节，然后呢，它有很多的相关新闻，其中有在马太福音7章24到29节，以弗所书2章20到22节，以及加拉太书的1章10、11节，2章的1到14节啊。那我们先看这个主题经文。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啊，离开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啊。这个持守对福音的盼望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讲信望爱，在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常常提信望爱。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信望爱，你如果到别的信仰或者别的这个属世的很多团体、社会上，他们也在讲他们的信望爱。那我们的信望爱跟人家的信望爱到底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我觉得，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我觉得我们的信望爱是建筑在根基是在真理之上啊。那你今天到书店或者到网上可以看，很多都在跟你讲说信，也在讲信心，也在讲对这个将来的盼望，也在讲爱心，包括这个像这个佛教的慈济电台也在讲大爱。那我们的信望爱，我们的根基是有真理的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空的，我们是有主耶稣圣经的话做根据啊。那像世人讲的信心，你看到这个市面上所有的信心的书，都是要增加自己的自信力啊，自信心。但是我们一个信主，我们真的在主里面的道上有根有基的话，我们知道人是不可以相信的，人是不可靠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根基要稳固，根基稳固，在马太福音的7章24到29节，主耶稣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盖房子，盖房子要盖在磐石上，而不是盖在沙土上啊。盖在磐石上呢，那才会有根有基。但是主耶稣这里面讲到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呀？要去行。如果听了我的道，去行的人，他的根基才是真正的在磐石上。如果你不去行的话，根基还是在沙土上。所以在马太福音7章24到29节，后来众人，我们注意啊，众人听完了主耶稣的教训，
他们有一种感觉怎么样？主耶稣教训他们是有权柄的，讲话带出来要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为什么同样的经文经过主耶稣的口一讲出来，众人听起来就有权柄，而文士法利赛人讲出来就没有权柄？如果我们今天在家里教育我们的小孩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做父母很为难，或者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没有权柄，小孩子就是不听。那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言教不如身教如果你自己本身的行为不能做表率的话，你讲再多的大道理没有用就跟今天的，如果说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执法人员在上的人不守法，你叫老百姓守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强调，听要行，根基才会稳固也才能够行事说话带有权柄然后在以弗所书2章20到22节也讲到，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这个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根基稳固，还要怎么样？还要联络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整个各房靠它联络得合适我们知道一栋建筑物，好比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根基稳固，然后周边有很多其他的设施，有水电有空调，这都要联络得宜所以说主耶稣在世界上教导门徒的时候，以及后来保罗使徒教训我们，也是要怎么样？要与其他人同工我们不是单打独斗在一个公司里面都是一个团队在进行世上的公司如果说做的事情要有效率，商品要能够普遍化的话，是有整个的团队在那边一起要靠主被建造才能同工如果你不是靠主那我们在教会里或者在任何福音机构里面，如果没有靠主的话，很难推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是靠主，在属世的世界，在一个公司，在一个政府机构，特别在一个公司，它有公司的法，或者是呢，它可以用力来诱导你你这个案件做得好的话，你今年年终分红会达多少？你的这个或者你的基点会多一点。但是在教会里面，在福音机构里面，不可能有这一套制度，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什么红利去促使弟兄姐妹要能够积极，要能够互相合作。那我们唯有靠主才能同工。那加拉太书1章10到11节，在这边保罗强调，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这个加拉太书这一个地方讲的背景，就是讲到保罗在谈到割礼的事情上，他跟其他的使徒，这里面是一个元老的使徒，就是彼得有了分歧那我们知道这时候的彼得已经不是在主那时候被卖的那一页的彼得已经受了圣灵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了，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那个彼得还是软弱跌倒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他是要讨主基督喜悦，不迎合人，不高举人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教会，基督教会代表基督宣扬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是在符合世界的潮流，要迎合世界人的胃口的话，我告诉各位，那教会必定走向荒凉的路。如果世人要听到你符合他们的胃口的道理的话，他们不必进教会，他们可以去选择很多很多的其他机构来满足所谓他们心灵的需要。如果教会不能提供一个真正的真理在那边的话，那
我告诉各位，这个教会必然是走向走向没落了。所以说，加拉太书在2章4到6节，保罗特别在讲到那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啊，那这些假弟兄呢，可能表面上都这个讲的是头头是道，可是呢，他会里面偶尔会掺杂一些、混杂一些不是纯正的道理啊。而且呢，我们常常发现这个在教会的圈子里面，还是常常难免有怎么样，有高举人啊，有好像对某些有名的人、有名的牧师、有名的传道，有一些特别的盼望，或者特别对他有所这个依靠啊。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谦卑，求圣灵的领导，使我们不要去看人的作为哦。当然，神会借着人去彰显他的荣耀，传扬真理。可是我们要永远要记住，主耶稣、圣经才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啊。然后这个彼得在11到14节，加拉太书2章11到14节就讲了当时彼得，保罗在这个时候就讲了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些犹太人，而在这个割礼的事上，彼得就显得非常的这个模棱两可啊，不敢断然的照着这个真理而行啊。那这都是要让我们知道啊。我这边在讲的警讯是什么呢？彼得这个时候是一个柱石的传道人哦，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传道人，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圣工啊。可是呢，在割礼事上，他还是没有秉持着诚实的原则。那保罗在这边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在真理之前没有什么好妥协的。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后来看到彼得的书信里面，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跟保罗仍然是和好的啊。所以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或者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你不要怕因为跟人有所摩擦而不敢提出真理的要求啊。甚至或者是说有另外一种心态。说实话，我长久以来，我在那时候刚开始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也曾有一种心态，我怕跟人家摩擦啊，所以在我选择服侍的事工上，我就选择那种什么呢？最好这个事工是我自己可以完成的，我不需要跟人家同工。所以说我刚开始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一个教会，我选择什么呢？我选择清洁打扫。清洁打扫不太需要跟别的弟兄姐妹同工啊。可是呢，神就要磨练我这个性格，在于这个那我那时候就有参加诗班了啊。我诗班反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班员而已。可是正好那时候我们的指挥有事情啊，他必须要找一些人代班，居然就把我推到这个指挥的这个，我那时候整个很紧张啊，因为我知道啊，这边诗班的指挥也在啊，带领诗班啊，难免会跟弟兄姐妹又产生意见不同的时候，会有摩擦啊。那我就很不愿意啊，可是神就把我摆在这个地方，慢慢让我适应啊。所以我讲这一段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怕与人摩擦，就限制啊圣灵的工作啊。你怕有跟人家起冲突，其实这种心态，如果说你把这些事情能够诚诚实实的交在神的面前啊，而不是为你起冲突，不是为了自己的脾气或者自己坚持自己的一些己见，大家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圣经的原则之下。所以说，我们常常基督徒的家庭怎么样？有写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之家啊，我们这一家里面最大的是谁？不是先生，也不是太太。
是什么？是主耶稣啊！唯有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同工，而且也才能够按照真理行事啊。那我现在要讲一下台湾属灵的这个氛围啊。那我先讲这个强项啊。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在台湾这20-30年来的情况，特别这个甚至可以说是40年来啊，台湾真的是经济条件来讲实在是太丰富了，丰衣足食啊，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我们台湾虽然我们现在还是面临的好像中国大陆一些威胁可是我们要想想看自从1958年民国47年台海战争以后，基本上台湾没有什么战争发生，这一点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不管这个是不是政府或者什么人的这个作为，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世界其他的地区做一个比照，哎呀，真的是台湾太幸福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碰到很多的中东的朋友，他在讲述他们那时候中东的情形是怎么样。常常吃饭吃到一半，一个炮弹下来，哇，天花板就打穿了，然后他们继续吃饭，把饭菜移到这个桌子底下像在这样子的惊恐之下，他们就这样过了。你看看伊朗、伊拉克以及中东很多的战争，还有包括非洲的，讲的是同一种话，皮肤是一样的，可是他们在战争上却是一打就打了4、5、6年，甚至10年的都有这一点我们真的要感恩。然后呢，我觉得今天在台湾整个的属灵氛围，教会从牧长到重要的同工呢，对传福音基本上都非常有负担然后在台湾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现象，就是宗派之间的联合非常的可以说平顺这一点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并不是这么平顺就以我们的邻居韩国来讲，韩国教会比台湾可能是更兴旺，可是他们宗派之间的联合这一点，他们就还是很有障碍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台湾的教会的这个或者属灵氛围的好处那很多的普遍信徒呢，但是这边呢，我这边这个应该是普遍信徒未将赎罪救恩视为最大恩典，这个不是强项这个是弱项这我可能我那时候没有调整好那这个就是我下面要讲到的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信徒虽然牧长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同工会把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作为很重要，可是很多的信徒还是不把这个大使命跟救赎恩典视为最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感恩惜福的心不够那刚才我讲到这个，我们对我们台湾这40多年来没有战争其实我们真的要很感恩。另外呢，台湾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环境也真是很难得基本上台湾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天然灾害但是我想到去年大概从这个去年年初到5月份，台湾非常的缺水，而且是60年来最缺水的这一点呢，这个其实是带来这个各个产业很大的压力那我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我以前是服务在半导体产业。这个半导体产业，各位稍微了解就知道，非常需要水而且它那个水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台湾在去年这个
经过这个非常60年来最大的一个水患啊。那我发现到在这一次的这个情形之下啊，有些教会或有些福音团体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的反应，我认为不是很适当啊。举例来说啊，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本上除了北部的翡翠水库水位还很满以外，基本上其他的全部都是台南的曾文水库都是属于龟裂，那个水库不仅见底，而且你可以看到是龟裂的。那居然有些团契小组说，我们明天要郊游，希望神赐给我们一个好天气。你如果给这话给别人听到，会觉得我们基督教非常非常的自私。为了你的郊游，你可以提出这样的祷告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的时候不仅是说，我们眼睛视野真的要扩大啊，要看看周围这个其他人的需求啊。那我在讲就是说，我仍然在台湾啊，这个大概是普世教会或者普世基督徒的一个常态性的弱点吧，就是我们常常高举人，依靠人胜于依靠神哦。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在这个台湾性平权的法案上，还是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啊，在这个地方的表态是属于这个偏向这个就所谓这个同性恋这一方面啊。那我这边我自己要非常严正的提出来我的看法，同性恋是绝对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对于同性恋的这些人，我们还是要为他祷告。我们不是出于一种自义，觉得同性恋就是可憎可悲可卑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去接触他。我们仍然要关怀他们的灵魂啊。同性恋犯的罪跟异性恋犯的奸淫罪、婚外情犯的罪，其实都是淫乱的罪啊，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啊。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是同性恋，就是故意的区隔，心理上有一种抗拒、鄙视的心理。这一点我们是不应该这样子啊。那我在再讲到，就是说，在台湾的很多的应该是说我发现有一些老基督徒啊，我自己也是老基督徒，所以我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有些时候啊，我们有那个根深蒂固的一些惰性，或者是说有些东西已经是习以为常啊。我在教会里面居然发现有一些老基督徒呢，居然提出一种说法说，这个其实信仰都一样，只要心存善就好啊，信什么都一样啊。还有呢，面对死亡的反应啊，他的言辞呢，或者他讲的话，真的令我非常讶异啊。譬如说，他的亲人逝世了，他说，我知道，就是说，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亲人跟他都是信主的，而且在教会也有服侍。那他亲人去世了，他居然说天人永隔啊！我觉得怎么会是天人永隔？而更奇怪的一种事情就是说，对于不信主的这些亲人去世呢，居然也讲出什么安息主怀的话啊！他明明就是不信的，你怎么可以说是安息主怀呢？所以说，在这一种，我发现有很多老基督徒呢，在一些基要的真理上，其实还是很模糊不清的啊。那我们这些事情要警醒啊。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基督徒面对死亡、处理丧事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我带到下一个主题，就是末世的警讯啊。主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哪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啊，所以任何对主耶稣
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明、明确的日期说，或者一个什么 deadline 啊，某年某月之前、某日之前啊，这个主耶稣会来，那个绝对是异端，绝对是邪说啊。但是主耶稣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征兆啊，这个征兆呢，现在一一兑现。饥荒、瘟疫啊，你看这个 COVID 搞了2年，现在怎么样？现在人类基本上是宣布投降了，就说疫情已经结束了。其实疫情没有结束，只是说疫情你再怎么防范，你也防不了了。防不了的话就干脆不要再防了。这是现在很多国家采取的态度啊。那还有饥荒、瘟疫、战争，我刚刚讲的这个战争太多了啊。而且战争的这个武器越来越厉害啊，各种迷惑人的事物学说啊，敌基督的人文主义、神秘主义啊，假先知、假先知，我在前3天哦，方长老提说要我提供更新的这个，有没有更新的？有啊，这个就是你看到我这一页里面最后一个什么元宇宙。啊，现在对元宇宙这个名词非常流行。那元宇宙这个东西呢，我不能够在这边讲得太详细。那基本上呢，它就是结合了现在最先进的这个人工智慧呢，将来可以模拟出一些虚拟的世界。你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上真实的体会到许许多多，好像你想要做的事情。我讲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说，你今天想去这个日本北海道玩吗？啊，你不去，你不要真正去，你就这个到这个元宇宙里面，你说我想去北海道 ，OK， 你也是几天的行程啊，他就提供你非常这个如身临其境的行程啊，那这是好的一方面啊。但是不好的就有很多了，像暴力啦、性啦这些东西都可以啊，都可以做到啊。那这个元宇宙呢，正是最后发展到极限，就是说，人呢，大概每个人呢，就是植入一个晶片，植入了晶片以后呢，那你所有的活动、你的思想，都可以透过这个晶片来完成许许多多我们在真实世界不能完成的。这个跟启示录最后讲的兽的印记就非常的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越是末世的时候，这一类的这个敌基督的学说啊是越来越多。那有些是打着牌子，就是有些就是反对基督教的，这点我觉得还好，我们就知道它是像很多哲学或者其他的宗教。那很多是居然还说我们可以我们跟基督的信仰是没有什么相反的，这一点确实我们更是要谨慎啊。那敌基督其实神给我们一个良心啊，我觉得你透过你自己内心，你是可以分辨，就是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就是敌基督啊。这个别神呢，不一定是什么妈祖、关公、观音这些佛祖的偶像，而是你把个人的成就、钱财、才干、嗜好、健康啊，这个成就感放在与上帝的关系之上，这个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啊。那各位，我今年已经算是70岁啊。那我越到这个年纪大，我越觉得啊，人的一切的成就啊，你要靠这些人的成就去解决人的问题，越是不可能啊。那我们总有一天呢，我们个人，我们先不要讲到什么社会、国家、团体、其他团体，我们个人总有一天会到一个地步，你没有人可靠。如果你活得够长的话，啊，因为你那时候身体是一天一天的衰败啊。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注重养生，他非常注重健康，可是呢，我每次跟他讲说 ，Gary， 你这么注重养生，这么注重健康，
总有一天，你再怎么养生，你再怎么注重健康，你再怎么注重运动，你身体还是会衰败啊。那个时候你靠什么活啊？他在这个时候就跟我讲说：“我活在当下就好啊。”我相信各位有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啊，你讲到永生，很多人会用这个态度来回应你啊。但是这个我们自己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唯一可以靠的就是主耶稣，我们要跟他的关系要非常的坚实啊。那末世除了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些战争、饥荒、灾难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啊。主耶稣用无花果做一个比喻，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人子快要来的时候。那以色列复国，1958年已经复国了啊，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要非常值得警醒的事情啊。那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常常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我们还是求很多的恩典啊，但是我们不敢去求太多的意象或者神的旨意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求到这个意象，发现哎呀，就跟那个神叫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一样，你就不愿意去了啊。至少在我的身上发生过这种事情啊。这个看到这个好像明明是神的旨意，不行啊，这个我就不愿意去啊。那我这边用红字写了一句话，叫做 "Better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这是我读高中的时候一个老师教导我的，就是说我们常常去选择那个比较好的，却忽略那个最好的啊，觉得比较好的哦，这样子就很好了，我们到此为止啊，却忽略那更好的啊。那我刚才在一开始就会讲，那个什么是不致被引动呢？失去福音的盼望，也就是你选择的是 better， 而你选择的不是 best 啊。那我讲一个实例啊，实例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福音机构对这些慈善事业非常的注意啊，这是很好的。所以基督教办了很多医院、孤儿院等等等啊，这都是应该的。可是呢，如果你把这些慈善机构的工作变成主轴，而忽略了传福音，这个就是你的心态或者你的目的被引动了啊。那我讲一个最现实的例子，我也不怕今天在这边讲出来会得罪什么人啊，我就讲伊甸基金会啊。伊甸基金会现在来讲，他们基本上不筹钱啊，他们事工也开展得不错，可是你在伊甸基金会里面找不到什么福音啊，他不会跟你讲什么福音啊，这个就是引动了。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福音机构，我在这个根生团契还有这个晨曦会戒毒中心啊，在这边服侍，那边的这个不管是黄明正牧师也好，或者刘明和牧师也好，他们还是非常强调，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根生团契晨曦会戒毒，最终目的不是要人戒毒，不是要人这个过一个正常人生活而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领人归主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要被提醒的啊。那我这边就是讲说，这个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啊，其实他都有软弱之处。我现在讲的3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以利亚，还有一个是彼得啊。我想这3个人的故事我们很清楚啊。那这个以利亚的情节我稍微提一下啊。以利亚我们知道他跟这个假先知这个正式比赛对吧？比武的时候，他把假先知打得怎么样？落花流水啊，大有荣耀。但是呢，耶洗别的一句话就吓得他这个，哎呀，这个赶快跑啊！我怎么耶洗别讲了一句话，他就完全原来的那种士气就没有了啊？这个
以利亚的情节啊，我后来发现，哎呀，发生在我自己的人身上，也是一样常常有的时候这个环境稍微困难一点的时候我今天我太太也在这边她也知道，我就怎么讲，我就不想活了。我说主啊，你赶快把我取去吧，我不想搞这些世界上很麻烦的事情这个是我自己要提出来跟各位这个分享了。人不可靠以此推论，人的成就也不可靠。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其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经济，不是单靠科技，不是单靠政治，不是单靠法律，不是单靠，我甚至可以说不是单靠道德。如果你的政治、法律、经济、科技这些都没有做一个，不是建筑在真理的基础上，这些迟早会崩盘。这个现在就是欧美的社会的一个现象。欧洲、美国曾经是非常积极宣扬福音的机构，但是他们把真理遗弃以后，现在欧美的社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好，那我认为在这个属灵的，我们在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做福音事工，我们要有灵活性，就跟新冠肺炎来了以后，我们聚会的方式可以调整，但是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那我们个人呢，平常的基本功不可废特别是我们在侍奉多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会不会因为有这些侍奉，跟神的关系反而疏远那唯一的根基是谁刚才我已经讲过，真正建殿的是谁呢？诗篇127篇第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所以真正建造的，真正在打仗的，是我们那个最背后那个大元帅，就是我们的神那这个地方这个讲到这个真理的全副军装那在以弗所书6章13到17节都讲但是我因为时间我不能讲得太详细但是我想要强调的一个是圣灵的宝剑因为在前面讲的什么头盔啦、胸镜啦这些东西怎么样，都是防护性的。只有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攻击性的所以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各位，这个真的是神的话，而且不是说有些这个粗信的人说圣经我已经读过2、3遍了，哎呀，圣经读过10遍、读过100遍都不嫌多因为你每次读圣经，你如果是谦卑的话，都可以发现圣经有许多许多的宝藏那我不认为我们这个世代的困难就会比以前的世代更多，但是呢，我知道如果我们基督徒不站稳我们的根基，那我们就不能影响世界那我们不能影响世界的时候，世界就来影响我们这是一定的这个如果我们不去影响世界，那世界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价值观那我下面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基甸会这个7大属灵目标以及基甸会的事工，我大概花5分钟时间讲完那我们的属灵目标，成为读圣经人，成为祷告人，成为有信心人，成为分别为圣的人，成为做见证的人，成为有慈爱心人，成为奉献的人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教会的牧者都希望看到他的信徒能够有这个有达到这个7大目标那圣灵的殿就是要具备这些条件那基甸会，其实各位，如果你以为基甸会是一个真诵圣经的机构，那还对基甸会认识并不完全基甸会是一个透过联合侍奉、个人见证、真诵圣经，最后领人归主的一个机构那
今天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在你们周报里有夹着这个基甸会的DM 跟这个奉献袋啊，所以你有感动的我们鼓励你奉献，但是我这边也强调这个奉献，请你不要从教会的11奉献里面去把它这个剪出来啊，这个是分别的，你要有感动，千万不要从11奉献里面去扣除啊。那我们这个看重神的话语，所以基甸会真的是非常注重、非常坚持这个圣经的话语啊。我们要透过这个，还要透过同工的祷告啊。那底下有些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了。但是我特别因为这几年基甸会在学校正经，还有很多公家机关的公共场合的正经，确实是遇到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学校政经啊，这除了新冠肺炎以外，也跟台湾的性平权法案的发展有关啊。我们知道性平权法案合法以后，很多基督教的团体就被拒绝在学校门外啊。但是，我就鼓励各位要多多加强自己个人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个人的正经啊。那我常常利用的一种机会就是婚丧喜庆啊，特别是丧礼啊。丧礼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信仰最能够跟其他的信仰分别出来的一个机会，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握丧礼。丧礼真的是传福音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好啊，那如果有人要问你说，你自己信主、信耶稣这么多年，那神在你身上有什么神迹？不管这个问的人是慕道友或者是已经信的，我可以非常坦然的说，神改变了我的性格，神真的改变我的性格。神在我身上很多的神迹，但是我们知道性格是最难改的，神改变了我的性格。神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也是神改变了我的性格啊。不然的话，这个我刚才讲过，我很怕跟人家同工因为我怕跟人家摩擦。但是神改变了我这一个这个是我个人在2020年到2021年的一些震惊的记录这我就不讲了。那这个是我们基甸会的一些事工，我们很注重祷告。现在虽然集体的祷告、实体的祷告少，但是线上的还是很多。然后我们赠送圣经呢，在世界各国，在台湾虽然我们到处常常好像觉得赠送圣经很困难，被拒绝，可是在许多国家，圣经我们基甸会的圣经变成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呢？在那些国家很多地方资源缺乏的时候，我们赠出去的圣经居然可以当作他们一种教本来看待。譬如说学习英文呢，就可以利用基甸会的圣经。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气馁因为受到阻拦而放弃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南投的弟兄，应该是中部地区的一个弟兄，开茶铺的那常常有一位这个出家人到他那边，那有一次他就赠送圣经，而且跟他留念。那另外这个是我们在以前灯会一个军官当场接受圣经，然后就有人跟他讲解那我最后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联合侍奉，基甸会非常强调联合侍奉，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不管你在其他的福音机构或者在自己的教会有服事，你需要资源的时候，你可以向基甸会提出，你们可不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源？那我这边给这个照片，就是我们提供的资源最大的我想一般的社会团体也可能提供非常优秀的演讲者，什么讲员啦、科学家啦、教授啦，这是什么译文工作者但是基甸会还可以提供一个非常难得可贵的讲员是什么？罪犯各位看到这一张图片的，在马英九总统跟蔡英文总统合照，陈正彦这位弟兄，30岁以前是一个罪犯他30岁
在监狱中接受了主耶稣以后，人整个翻转。现在是我们基甸会的财务长啊，他很努力的，后来这个信主以后，真的也很努力的去追求知识啊。那我要强调就是说，陈真言弟兄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罪犯的一个讲员哦，我们基甸会还可以提供很多像这样的外面的一般的团体不容易提供的哈。那我大概今天那这个是基甸会某一年的年会，对会场的工作人员，就长荣酒店的一个工作人员，当场他在会场因为主持负责音控，看到了基甸会的信息，在最后一天就在当众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啊，所以我们要希望在今天能够邀请你参与我们的事工，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正经的事工，参与我们正经事工、联合事工跟你的奉献啊，我们也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在今天这个信息，我们释放出这个根基稳固。主啊，是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实在是警醒，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主，免得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被许许多多属世的价值观所牵引、所引动，而偏离了主的道。有的时候这个撒旦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我们浑然不自觉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被牵引。主耶稣啊，求主赐福给公园长老教会，让这边的弟兄姐妹真是在属灵的事上能够跟你与你的关系更加紧密，个人的灵修能够持续成长，而且能够彼此联络、彼此同工，愿意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以及真实的这个行动上，能够参与在末世传福音的工作。愿主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持守自己这个所持的真理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感谢康弟兄带来的勉励。这时，请咱用圣诗441首来应答上帝话。圣诗441首，上帝圣神引带保护，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起立。请咱同心来祈祷。仰叹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一切的恩典。你是阮的照伴，阮的主。阮知阮若轻调伫你，根基徛在面对未知的未来，阮就袂惊吓，因为阮知一切拢是你得了你。愿主你圣神来引带阮，互阮明白你的旨意。互阮行伫合伫真理的道路上，荣耀主你的圣尊名。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几项代志来向大家报告。今仔日是基甸会的纪念主日。基甸会有派江弟兄来甲咱分享。伊太太嘛来到咱中间，请拍普啊来甲伊说多谢。嘛感谢小杨伫华语礼拜讲道吼，咱的牧师是去到伫新德教会伫遐讲道，甲主持因的小会吼。后礼拜的主日。第二礼拜要举行团契小组甲事工团队首长的补救任啦吼。束缚小组甲亚哥小组要伫金门堡要去户外聚会吼，要去峨眉采汤柑，要去北埔老街。要参加的人，请你伫点半伫教会来集合出发。咱教会第3月嘛，正式推动幸福小组福音事工吼。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伫607教室吼，伫遐训练吼。阁有一个就是伫1楼有苗栗司马县教会因的建堂的义卖吼。我看足侪菜，交水果，还是个交 jam 吼。所以恁若等下礼拜煞会使去看一下吼。任少执事的爸爸伫2月初过身因为93岁路途真遥远，所以任少有讲请替因代祷就好吼。好，毋知阁有今仔日有一个新来的人客是张祖敏。哦。牧师跟牧师娘是吗？欢迎！司马县是在苗栗的什么地方？好，希望都是等一下在1楼，如果你们买了好吃，下次再去拜访司马县教会。OK， 请咱来吟买变诗。康弟兄有要补充报告无？无吼。请咱来吟买变诗。圣诗402首，吟诗煞要请董理长老来甲咱祈祷。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愿力天然的阿爸爸。这点，阮公园教会众兄弟姊妹，不管是伫圣殿内，或者是伫网络顶面的兄弟姊妹，阮共同要来领受你伫天人为阮所备办的福气甲恩典。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甲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之地，直到永远。阿门。啊。